你覺得最毒嘅食物會係雪糕定係煙肉？其實係你廚房都有㗎。成日都有人追問咩食物係最傷身，大家都會諗到雪糕、煙肉，甚至係啲麵包。但係真相原來係你廚房嗰度日日煮飯都用緊嘅。講緊嘅就係沙律油類型，好似粟米油、大豆油、芥花籽油、錦籽油。呢啲油入邊嗰啲化學物叫乙烷，成分似汽油咁，會黏住你嘅肝、大腦，連神經都走唔甩。啲油一氧化變質喺你身體度搞破壞，慢慢咬住你嘅組織，搞震。最誇張係2年都未必走得甩。平時以為越煮越消毒，其實越煮越毒。呢啲藏喺好多你見唔到嘅毒素，會搞到慢性發炎、纖維化。其實越簡單越安全。唔想肝臟長期加班，改用黃油、奶油、橄欖油煎炒都安心啲。你屋企又用緊邊隻油呢？試下換隻健康啲嘅油，俾自己身體輕鬆啲。快啲分享俾煮飯嘅朋友，一齊揀啲靚油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